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清洗帶子，用手撕去內臟，呢啲就係清潔咗嘅帶子啦。用鉸剪剪去帶子殼，方便我哋擠落去隻碟度蒸。粉絲浸軟咗之後，我哋用鉸剪剪開，跟住就放落去呢個帶子面上邊。蒜頭切碎咗變成蒜蓉，我哋都放埋落去啲粉絲面上邊。水滾啦，大火蒸3分鐘。3分鐘後，我哋就拎起佢，加入煮滾嘅油，再加入蒸魚豉油，咁樣就完成呢個蒜蓉粉絲蒸帶子啦。睇完片之後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仲有大量嘅煮餸影片，可以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。